大家闻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常来报道，有人讲话讲一寡有空无顺的，加食无滋味，加话唔值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顺，有空无顺的顺，读斯文顺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顺的意思，就是下茶入空，也就是接头。像讲门的接头，咱讲是门顺，都爱插空来斗顺。假使讲顺头若接无捌，就会零零。接顺的空，咱讲是顺空；若接顺泡泡的所在，就是顺头。顺空嘛，叫做顺卡；若入空来查，咱讲是入顺；开空也就是开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有空无顺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有落空，结果煞无顺头；若字句的意思就是讲代志无合理，或者是无顾到重点，代志无结果。第二个词读做顺落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有插空的顺；若字句的意思是讲咱人和物件真适配、真合用，或者是讲代志真简单，袂费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台脚踏车真顺落，耐用阁袂贵。你若想要兼顾运动甲环保，慢用牵一台啊！莫讲想要驶无人机上班，讲一寡有空无顺的笑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顺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